當香港傳媒率先報導謝賢離世的消息時，很多人一開始仍然半信半疑，甚至未能完全接受這個消息。直到他的兒子謝霆鋒以及女兒謝婷婷先後發出訃告，外界才正式確認這位一代巨星真登已經離開了我們。據了解，當時正在內地籌備巡演的謝霆鋒已經緊急低調返港處理父親的身後事。而身在加拿大的謝婷婷亦返港陪伴家人。下午，她與一身白衣、神情哀傷的母親狄波拉一同現身置地廣場，準備處理父親的後事。當日的狄波拉雙眼紅腫，難掩悲痛。這位一生酷愛戴墨鏡、身形挺拔、永遠保持住瀟灑姿態的四哥謝賢，終於在89歲之年走完了他極具傳奇色彩的一生。隨住這位巨星的隕落，香港娛樂圈一個曾經璀璨無比的黃金年代，似乎亦再一次慢慢遠去。回望謝賢的一生，確實精彩得就像一部電影。在華語影壇漫長的歷史之中，謝賢從來都不只是謝霆鋒的爸爸。早在謝霆鋒成名之前，他自己早已是一個光芒萬丈的名字。1952年，年僅16歲的謝賢踏入演藝圈，憑借電影《999明亞》一舉成名。在那個沒有濾鏡、沒有修圖的年代，他靠着俊朗的外貌、瀟灑的氣質以及與生俱來的明星魅力，迅速走紅。當年的片酬更一度冠絕東南亞。由50、60年代粵語片中的風流公子，到80年代電視熒幕上無可取代的男神，再到千王之王、何萬水千山總是情等經典作品，他一次又一次創下收視神話，亦一步一步奠定了自己在香港娛樂圈無可取代的地位。謝賢對演藝事業的熱愛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即使到了晚年，81歲的他依然可以在賭神群英會中再次展現出千王級數的強大氣場。而憑借電影殺出個黃昏，他更在耄耋之年終於奪得人生第一座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這一座獎項既是對他演技的肯定，亦像是為他長達數十年的演藝生涯寫下了一個極具分量的注腳。謝賢的一生某程度上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香港影視發展史，他對鏡頭始終保持敬畏，而在銀幕之上，他亦永遠保留着那份挺拔、瀟灑以及獨一無二的明星氣質。當然，在璀璨的演藝事業背後，謝賢的感情生活同樣一直是大眾津津樂道的話題。由最早公開承認的女友、初代玉女嘉玲，到一代影后蕭芳芳，再到曾經衝動閃婚，最後黯然收場的珍珍，他人生中的每一段感情都彷彿充滿電影般的戲劇性。1979年，他高調迎娶狄波拉，兩人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分別是謝霆鋒和謝婷婷。昔日一家四口的合照，曾經是無數人心目中的模範家庭。即使兩人最後在1995年和平分手，彼此之間亦沒有太多怨懟。相反，他們最後更重新成為一生的朋友。到了人生晚年，謝賢與年紀相差49歲的 Coco 展開了一段長達10多年的感情。這段戀情當年曾經引起外界不少討論，但面對種種流言蜚語，謝賢始終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對。他選擇用長時間的陪伴去證明這段感情的真實。而到了後來，當他意識到自己年事已高，不希望用一紙婚書去束縛對方的人生和青春，他亦選擇大方地提供資助，最後體面地放手。或許在很多人眼中，謝賢一生風流多情，但如果仔細回望他的感情世界，就會發現他對待每一段感情其實都相當坦蕩。謝賢這一生活得肆意，亦活得通透。事業上，他曾經登上最高峰；感情上，他經歷過轟轟烈烈，亦嘗過人生百般滋味。家庭方面，他兒女雙全，而兩個孩子亦各自闖出屬於自己的天地。正如謝霆鋒在文章中所寫，父親經常說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須繼續。他亦希望大家如果想起四哥，想起自己的父親，
不需要哭，也不必太過傷心，因為在他看來，哭得太傷心並不夠瀟灑。或許對於謝賢來說，大家只需要將那個永遠充滿魅力、永遠帶着笑容的身影留在記憶之中就已經足夠。在紛繁複雜的娛樂圈裏，能夠像謝賢一樣，將人生的起起落落當成沿途風景，將世俗的眼光拋諸腦後，真正活出一個大寫的我字，實在是非常罕見。對於生命的終點，或許他早已看得通透。如今人生的舞台雖然已經落幕，但那份只屬於謝賢的風流、瀟灑與不羈，將會永遠定格在香港娛樂圈的流金歲月之中。而四哥這個名字，亦將繼續被世人銘記。